無論係的式嘅小單位定係過千尺嘅大屋，只要透過有技巧嘅設計，都會有意想不到嘅效果。星座有設計會同大家走訪公屋、居屋、私樓，睇下設計師點樣將呢啲舊屋化腐朽為神奇，為屋主帶嚟全新嘅住屋體驗。Vicky 陳思欣除咗中意陽光海灘，仲有一個嗜好就係去睇樓。佢對一間屋經過裝修設計之後，如何由舊變新，充滿好奇。Jerry 喺室內設計公司任職多年，整個裝修每個環節佢都了如指掌，對任何裝修物料仲非常熟悉。Harry 大家叫佢做哈利，參與過不同單位嘅設計。佢冇哈利波特嘅魔法，但係透過佢嘅精心設計，往往帶俾屋主意想不到嘅驚喜。Vicky 會連同2位設計達人介紹最有用嘅裝修資訊，仲一齊去到唔同嘅單位，將設計融入家中，為間屋改頭換面。龍蟠苑共分3期，最早一期係喺1987年落成。今次呢個準備裝修嘅單位位於中層，實用面積大約350尺。舊嘅裝修大部分已經打拆晒，一入屋就見到一個大廳同埋一個細嘅房，一排窗非常開揚，有充足嘅採光。間屋嘅右手邊係廚房同浴室，廚房唔大，同樣採光度十足。而浴室仲保留原裝修嘅浴缸、馬桶、地磚同埋牆磚。入到一間屋最吸睛，除咗牆壁用色，當然就係地下。而家呢度仲保留住上一手嘅地磚，呢啲瓷磚係入伙嘅時候就開始用，接近用咗40年。至於戶主就打算用無縫地板，不過會用邊啲款就要等設計師諗一諗。睇完個廳，又睇下呢間房。四四方方細細間，真係一眼就睇晒。而戶主對個房都好有要求，設計風格要同個廳配合，最緊要係舒適得嚟又實用。戶主想浴室同廚房變成點？首先入去個浴室睇下先。改為企缸嘅話，成個浴室嘅規劃就會變得比較有彈性。如果連馬桶同埋洗手盆都轉埋位，設計師就會有好大嘅發揮空間。不過要轉位就涉及喉管嘅重新鋪設同埋接駁，一定要考慮清楚。跟住就去隔離嘅廚房，可以見到30幾年前嘅原裝裝修。Vicky 對呢個廚房又有咩感覺呢？為咗滿足戶主呢個要求，哈利絞盡腦汁，決定打破常規，就係將房同客廳中間呢幅牆開咗一個大窿，中間裝上玻璃接門，只要打開咗就可以喺床上睇電視。仲有就係大刀闊斧將個房變大，咁就會佔個廳一半嘅空間啦。為咗統一全屋風格，哈利喺房嘅衣櫃嘅設計上都用咗一啲好有特色嘅金屬線包邊，襯上藍白色嘅主調，俾人有一種身處地中海嘅感覺，同埋喺視覺上亦多咗一份層次感。仲有嘅係為咗滿足戶主收納嘅要求，成個衣櫃係做到上頂，又深又大，儲存嘅空間大大咁增加。而喺廳入到去廚房嘅中間係有走廊嘅，哈利當然都會充分利用，佢打算放一個半身櫃喺度，既唔會浪費空間，又增加收納嘅地方。櫃面上仲可以放戶主嘅收藏或者經常用嘅物品。咁個浴室又會點設計呢？當然就係以藍色同埋白色為主調，貫徹成間屋嘅風格。而最特別之處，哈利建議打橫放個浴缸，馬桶就要轉位，不過仲要同戶主商量先會有最後決定。位於鑽石山嘅龍蟠苑，經過設計師哈利嘅精心構思，設計圖已經敲定，而家就要開始裝修嘅第一個工序就係全屋打拆。本身上一手業主都拆走咗廳房嘅家私，不過因為根據哈利嘅計劃，呢個細房會變做大房，同埋廳同房中間嘅牆會有接窗，所以冇用嘅牆身通通都要拆。而喺廚房就仲有好多舊嘅牆磚、地磚同埋櫥櫃、星盤，打拆嘅工友都用咗唔少時間先至一一清走。最後係浴室、舊浴缸、馬桶、洗手盆、牆磚、地磚，通通冇得留低。
而家成個單位已經變成清水樓嘅狀態，下一個工序亦都準備展開。砌好咗幅間開廳同房嘅牆，工友馬不停蹄進行鋪地磚嘅工序。首先要溝好啲水泥，呢個步驟要靠經驗。之後就將啲水泥喺地下鋪平，再放上地磚。鋪好一部分地磚之後，佢都會用水平儀度一度。而每一塊地磚喺鋪之前都會均勻塗上水泥，再放喺適合嘅位置。每一次都要用木錘敲打。工友非常熟手，用咗2日時間就將全屋地磚鋪好。之後另外2位工友就為廳同房之間嘅半身牆、房門裝上木框，同一時間亦進行全屋批檔、油油嘅工序亦都完成。裝修已經去到一半嘅階段，跟住落嚟就要裝全屋嘅家私同飾面板。為咗令家私緊貼牆身，有啲地方係要鋪上木板，令牆身平整，再裝上家私。鋪呢啲木板亦都要計得好準，為咗確保水平一致，一定要用水平儀度清楚，最後就可以黐上飾面板。間開房同廳之間嘅玻璃接門亦都送到，2位工友先裝好白色門框，佢哋會喺每個接駁位填滿液體釘，令牆身同木框黐實。之後3位工友夾手夾腳裝上呢個好重嘅玻璃接門，最後再試下開合，咁就搞掂。而廚房、廁所嘅工序亦都逐一完成。一入到屋就見到藍色嘅窗簾襯白色牆身，同埋淺色嘅家具，好似去咗希臘地中海嘅感覺。間房亦都係同一風格，以藍白色為主調，感覺闊落又溫馨。出翻廳行去廚房浴室，會見到好通透嘅展示櫃。經過小走廊，左手邊就係廚房，放咗大雪櫃同好靚嘅櫥櫃。成個廳最引到 Vicky 注意嘅地方就係呢個展示櫃，放咗戶主心愛嘅模型。特別之處係用咗一體化嘅圓角玻璃，令人好清楚見到啲模型，唔會有柱阻擋視線。而呢塊玻璃要揾專門嘅公司訂做，一啲都唔簡單。至於點解門上面嘅橫梁唔用櫃遮掩，原來站喺設計角度，如果門上面有櫃，就會帶嚟壓迫感，會令出入嘅人唔舒服，所以唯有留低呢個小小嘅缺陷美。廚房同樣以藍白色為主調，上面櫥櫃係白色，下面就用咗藍色，加上個 size 剛剛好嘅煮食爐、星盤、抽油煙機，啱晒一個人住嘅戶主。至於浴室方面，最後都係決定用企缸，馬桶轉咗位，地方好用咗，但就多咗啲喉管，不過加咗瓷磚遮蓋就變得美觀。入到房呢一邊嘅吊櫃下面係一張大書台，方便戶主在家工作。呢個接窗係全屋最有特色嘅設計，想睇電視或者想空氣流通啲嘅時候可以完全打開，想睇到廳嘅情況又想有寧靜空間就可以閂翻埋，再想私隱啲拉埋窗簾就 OK。今次透過設計成功為戶主帶嚟非常滿意全新嘅居住環境。